这个捌得奖的红仔册永桥柑仔店拍做电视剧，就为阴暗开始，每礼拜五的暗时10点，伫华视来播出，会当感受到柑仔店高的人情味。我想回家，回到那间有阿公在的永桥柑仔店。少年人赶紧要转去，因为阿公的柑仔店需要伊。 这种温暖感动人的剧情，未演成轰动。你的脸就吵。还好。啊，阮倒边，啊，伊就玩正边，啊，叫伊讲你杀较慢啊，杀较跋倒啦。少年演员台语讲了较袂练短，甲资深演员台语写就变成一个趣味的对比。改编红仔册电视剧开超过5000万，袂输是你拍电影。 那这也显示了台湾的内容产业界掌握到IP 产业极大化的一个趋势。那异业的结合，让好的故事可以透过不同的形式跟消费者、跟观众对话。充满在地人情味的故事，每礼拜五暗时10点伫华视就看会到，剧情有偌感动人，看了你就知。